踩那个石头，去找那个什么石头，龙纹石。我是去赛德克部落射箭。去南投的时候，然后就去那边踩石头，就是找石头。那个射箭。所以你本身会射吗？会。跳舞被拉上去跳。因为我们这个是年龄不拘嘛，就是从国小1年级到国中3年级都有，所以呢，在拼音上有一些差异。但是很感动的就是那个小朋友他们看不懂那个拼音，但是跟着那些姐姐啊哥哥到第4中有个词汇还有问句。这样子对答都可以了，这是我觉得很感动。我们还会直接到部落、到原乡，像今年就到南投去，可以直接用身体学习更多关于自己族群、关于自己部落的一些知识跟智慧。我想这个东西是最大的意义了。吴领导，谢谢。嘎巴好，你好的意思。我知道是那个芒啊说，米亚斯呵，你好。基本提出你的名字是什么？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李婷。台湾是个多元文化社会，在之前的节目里，我们也分享过新住民在台湾如何落地生根。然而，在台湾，我们也有一个重要的族群，那就是原住民族。台湾共有16个原住民族，分别各有不同的文化及语言。台南市政府教育局及民族事务委员会为让学生能够沉浸于族语的学习，已经连续9年举办原民小子夏令营，课程包括族语的学习、文化及部落的体验，透过课程传承族语及文化。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民族事务委员会游竹威怎么说吧。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游天明哈。台南市原民小子的活动已经举办了第9年了。在这9年当中我们学生参与的人数从为数相当少的10几位一直到今年是到高达120位的原住民小朋友参加我们的这个族语夏令营。族语的传承呢，确实是我们非常重视的一个工作，因为族语是一个民族是一个族群文化传承上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台南市政府对于原住民文化传承的工作是不遗余力的我们可以看到这9年来，除了人数上的成长更多的就是参与小朋友给我们的回馈，认为这样的活动是非常的重要的尤其是家长也给我们非常多的支持。未来我们也会持续的增进原住民文化工作那么在民主教育上面更着力更去发展，让台南市呢成为一个多元族群、多元文化灿烂璀璨的一个文化古都，一个对原住民友善的城市。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伙来关心。Home Plus 电影同乐会伫开场进前，主办单位配合政府防疫，除了量体温、酒精消毒、生命剂登记，嘛互参与的民众拢挂喙罨。15号暗时，伫美惠里活动中心的第1场电影欣赏，上主册甲三冠龙有线电视总经理许文奎的表示，希望善尽媒体企业责任，来回馈用户。持续加入社区，服务无同款的族群甲弱势，同时嘛代表公司接受爱希望全人关怀协会感谢状。因为疫情的关系，阮本来逐冬拢有办一个叫做卡拉 OK 活动，阮连续办13冬啊。疫情的关系，阮今年暂停一摆。不过这个公益活动是阮一直真注重的一项代志啊，所以阮就改变做。会当做好这个头拄大家叫拢量体温啊戴口罩，会当做好这个量体温佮戴口罩的这个工作，来办这个 Home Plus 的这个电影同乐会啦感谢今仔日大家来的这个参与。其实做这个改变，我嘛有体会着讲，其实阮的公益活动因为安尼改变，我会当服务到无同款的族群甲对象，这嘛是真好的一项代志。所以阮会继续努力活
会中安南区区长叶志明、议员黄丽昭、每会里长蔡和峰嘛到场，分定有线电视每一档透过多元活动回馈社区的用心，同时积极落实防疫新生活，场面非常热烈。感谢我们三冠养鸡庄子兴有限公司的对社区的一个提供的这些服务让我们的在这个暑假期间提供这些学子有一个比较娱乐的空间。另外，我们台南市政府也特别指派我们安南区公所，对于我们正在推动的包括防疫的工作，包括我们的新冠肺炎、登革热以及相关的重要政策做一些宣导，让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都能够了解市政府对于居民的一个福祉，还有居民的生活环境、生活安全都非常的照顾。希望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都能够跟市政府来做一个配合。主办单位除了回馈里民甲用户，3个场次嘛拢邀请弱势团体做伙来观赏，互因留下难忘的回忆。其中，台南市爱希望全人关怀协会所照顾的课后辅导学生，因为是经济弱势，加上疫情，真侪家庭已经足久无看电影或者做其他休闲活动，机会难得，大家拢非常的欢喜。是非常感谢双子星跟三冠王这样的无线电视他们能够提供给我们在爱希望协会的客服的孩子在这样多媒体的时代里面，他可以这样用正面的力量来支持我们每一个小朋友在这些单亲弱势的孩子当中，给他们一个非常快乐的童年。那然后也非常在这个防疫的期间，然后对于整个社区里面也是非常谨慎的。然后我们每一个孩子也学习在公共场合的时候学习戴口罩，然后在加强整个的防疫措施当中，还有给我们的帮助让我们的孩子可以参与在这样的公益计划里面，我们非常表示感谢。大家开心就耶！会场除了看电影同乐，主办单位嘛订购弱势团体所制作的点心，并且还有可乐公司赞助饮料，免费提供给现场所有的民众。同时，伫活动当中嘛安排公用频道、甲电视分级以及媒体适度的有奖征答，以及写好评、抽奖品等活动，让大家除了欢喜看电影，还有好礼物会当早倒转去。台南新闻郭文吉和乔邦采访报道。台南的房地产市场这几年是愈来愈热烈，侪侪建商也拢纷纷推出优质的建案，希望抢占这片市场。其中远雄建设特别甲台南在地良勋建设合作推出位伫北区第一寮的新建案北府苑，主打立地4200平，距离学校近，周边的公园丰富，加上交通方便。也因为规划2房甲3+1房，所以也非常适合小家庭。伫公开仪式举办进前，就卖了5成。大师云集，深耕台南。我们今天打造了全台南最具指标性的典范作品——远雄北府苑。这一个建案北府苑有3个难得这个今天跟各位贵宾特别报告。第一个难得是环境难得我们这个4200平的土地有3个公园在旁边这个是我看台南市或者甚至台北市全台湾都找不到的一个那么好的土地。第二个是品牌的难得，就我们良心建设跟我们远雄我们敢讲强联手那个严董帮忙找地，我们来做规划我相信这个案可以塑造很好的生活品质出来。那第3个当然是我们李大师带领的团队。设计都是国际一流的这个设计师相信这一个建案盖出来的品质一定不一样。咱这块地4200平，采讲伫台南市也无当去找非常的水啦咱下当要来开发，会当找一个有能力、有经验，有法度起起来品质更好的，互咱台南市会当老百姓来买会当享受到这个好的环境，同时交代伊去，公司来甲监督，互伊走袂去啦，绝对会去甲足好，我拢有甲参与迄个甲条件讲好势，爱
立地爱立地爱做出来，功能爱做出来，这足重要。会中担任市长王伟特、议长郭信良也拢亲自出席，期待伫政府降低房屋税负担的同时，优质的开发商会使为市民推出规划优质、价值合理的好处。这些年来是台南市的这个房地产，事实上我是希望说不要一直涨价，但是事实上它都很平稳那我们房屋税在我们这次议会同仁大家的齐心协力，我们降了房屋税之后，那减轻了市民的许多负担，那也造成这个房地产的市场能够再次有一些新的活络的商机我们觉得其实一方面能够让市民买到更便宜的房子，而且品质更好；一方面政府用这个减少的税收事实上我相信可以让民众更安心这个建案除了地点好、占地大以外，建商也特别邀请台北101的建筑师李祖元来负责设计。建筑师也强调，这届要打造的建筑将会是唯一的一栋袂有相同的作品。因为我们跟远兄做很多房子他这个房子就是说，我们做一个全台湾第一个最好的住宅不稀奇，因为第一马上被人家赶上，所以我们要做的什么？我们是做唯一永远不会被人家赶上。所以我们这个跟诸位报告，我们这个白府院就是我们台湾住宅最好的唯一，而不是第一，我们是做唯一。所以这个我跟诸位报告，所以你们买这个房子是非常非常值得。我在这里恭喜大家能够买到这么好的房子。同时，这个建案也是台南市第一个得到全龄通用认证标章的主体，对公共设施到个人的家长空间，互无分年龄也则是身障的民众，拢会使有便利使用的空间，加上5525的三大保固，实现宜居台南的梦想。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台南市议会国民党团上午伫个书记长王家珍的带领，包括议员李中琴、蔡玉辉、甲林彦昭，共同联合召开记者会。会中针对7月下旬因召开的医事假300卷，结果被中央跳出来回应，讲是假消息，马上特别地检署甲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来约谈。议员王家珍甲李中琴表示，对这网红486伫个三倍券的发放进前，就先秀出相片，以及分林查到的假3倍券，结果家己却被调查。李中琴嘛哪讲哪流目屎。为什么这位网红7月13号就能够手拿3倍券，交齐国民，交齐网军，交齐我们台湾人说，你看我有啊，3倍券我有啊。OK， 好，3倍券哪里来的？它有特权吗？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那么擅长于电子档、电脑档，把一个有价证券 P 图到来这边来交齐乡亲好友网军的话、网民的话，我请问一下，他是不是在造假？他是不是在做伪券？我们没有说谎，我们非常的认真接受民众的陈情。或许我们没有很确实的抓到那个时间点，但是我们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今天伪3倍券出来了，很多人跟我加油说，总统，你当初的质疑是真的，咱无咧惊，上好伊甲我抓去关，伊来甲我发，我绝对无第二句话，因为我讲的每一句话拢是真的。会中议员蔡耀辉甲林彦昭除了全力来消停党团的声援，另外嘛质疑根本是中央的历史恐怖，同时嘛要求检调要主动调查行政院长苏贞昌是毋是有恐吓民意代表。如果今天我们正式的告苏贞昌恐吓民代，我们要不要接这个案？跟议所报告一下我们查处犯罪部分，我们警方是协助调查。那如果有议员受到恐吓，不管是谁啦我们都只要有受理，我们会侦办，我们会报告检察官，由检察官指挥侦办。所以你们还是会受理。今天如果告了苏贞昌，你们还是会受理，是不是？只要议员不管这些人受到刑法上的不法的行为的，我们都会来受理来侦办。议员指恐吓是2档以下的刑罚，加上受违法的案件，伫今年1月到5月。就比去年全年度增加了80多件，党团强调，因唔惊任何的对杀，会继续来捍卫民主，为人民来发声。立上执政，抗
绿色执政，恐吓保证。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阅读连结亲子，携手让爱飞翔。欢迎您大手携小手，来场亲子阅读派对。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台南爱读册》节目。有人骹手尾抓会爬到上悬的所在，但是也有小朋友爬到1楼悬就挡袂牢啊！这毋是啥物比赛，是由着西湾社区发展协会伫市湾创王团的协助之下，特别运用里内探索公园的资源来举办攀岩体验的活动。对一开始的热身到穿装备以及机卡的讲解，拢有专业的教练来指导，互大小朋友拢轻松来体验。现在非常的重视城市健康、全民健康的运动，其实要多利用，而且这个是可以训练孩子们那个来锻炼你的意志力跟肌耐力那而且这个场域非常的好，是台南大学附设的一个探索园区，是由他们认养，所以他们把它整理得非常的好，非常的棒。那希望大家能够有空来这边走一走，但是记得要攀爬一定要有教练在旁边，一定要受到那个专业的这个指导跟这个方法才比较安全。台湾社区发展协会永远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办理的各项活动，每一项活动都很创新呐。这个攀岩可能台南市只有我们在办而已啊，因为这个场地太棒，而且又在我们的旁边而已。大家平时要进来没有那么简单了，今天难得一眼都来让他体验一下什么叫做连身还有我们所办的各类活动都是很深入的很有感性的很有理性的，而且会有一种守法的教育性质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欢迎各位来，好棒来！喂！即届的活动当中，市湾创王团甲李正国也拢共同参与，亲自体验攀岩的趣味。对2位议员来讲，这届的挑战也是一届特别的回忆。其实爬到一半的时候，要突破一个心理障碍，就觉得说，那个人家办得到，我为什么办不到？就豁出去再继续往前，然后不可以往下看，然后就是不断的往上，好像把上面当作是玉山的最高峰，一直往上攀。那攀到顶点那个一刹那，全部都在鸟瞰下面，全部都在脚下，很舒服。然后下来的时候，真的落地的那一刻，才感觉到手真的会酸，而且是觉得肌肉已经膨胀了2倍，真的是很好的一个体验，而且非常安全。请大家多来体验一下那个攀岩，真的很棒。我第一次进到我们这个探索公园旁边这个什么障碍的领域我觉得这个地方第一个我们可能是顾及很多安全，其实我蛮希望这个地方能够更亲和力，能够让永康的市民能够在这边接触。今天来到这边我才知道什么叫做挑战这个攀岩其实包括手包括脚，平时要是没有运动的话可能也是稍微会吃力一点，但是能够这种体验其实我也非常的高兴有这个机会，然后跟那个补助我们的整个西湾社区一起来参与这项活动。以后将来类似这种能够让民众能够运动、能够享受、能够好玩的东西我们都希望我们市政府尽量来支持我们在这方面这一块的努力。理事长强调，接下来社区发展协会也会积极举办各种的活动，同时也配合政府的政策，开设长照据点，要让西湾社区的民众会再有更较优质的生活品质。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真侪里内拢会举办才艺班，让社区的民众会使参与来学习。位伫东区的小东里，15号就特别举办里内的才艺发表会，让参与各种课程的成员有表现的机会。现场安排了3场演出，土风舞、剑道甲太极拳，丰富的演出也让里面拢看甲非常的认真。
为我们小东社区发展协会的活动中心呢，一直以来都是有很好的一些课程在进行。那这些课程呢，他们在进行当中呢，里长觉得说有机会让他们有个时间来做一个成果展，让我们所有的里民能够看到他们的成果。那因为平常我发出去的都是开课通知书，那里面可以对一些课程不是很具体的概念，那我想说借用这个成果嘉年华才艺嘉年华这个成果展呢，来展现给我们里民看，说他们到底可以学到什么，以及展现出来的成果是什么。这届除了在地表演以外，里长也特别甲警察局第1分局来合作，伫现场举办交通安全甲家庭暴力防治的宣导会，希望提升里民交通安全的意识甲自我防护的观念。第1分局呢，对我们的整个东区这个治安呢，非常的尽心尽力。那里长呢认为呢，这个大家长辈邻居呢，借这个机会聚集在我们活动中心呢，那我特别邀请我们第1分局能够来跟大家来宣导一下最近这些防诈骗以及交通的一些问题。所以这点我觉得治安不是光警察的责任，是每一个人呢都有这个观念，这样子我们的犯罪就不会在我们社会上不好出现了这样子，而且我们的交通呢也会比较安全。所以我希望借由这个机会就请第1分局来做这个治安的宣导。小东里除了这3个演出以外，也有其他的才艺班，透过这个课程规划，会使感受到里长的认真，透过社区活动来团结里民，也让整个社区更加美好。台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台南一中作为台南上优秀的学校之一，这几年来培育了侪优秀的人才。为了重温学生时期的回忆，真侪人拢会选择办理同学会。这届南一中691的毕业生，就伫16号中昼转来学校举办毕业40周年的同学会。开了半年的时间，成功找到200多人来参加，也有当时的老师，也成为创校以来单一年级上大型的同学会。我们实际上刚好今年毕业40周年，那大家都是58、9岁了，那其实都是在社会上的中间。那这一次再不办的时候下一次再10年可能都70岁了。那实际上南一中是一个我们认为是一个很好、很棒的学校，我们在这个地方都有很深的回忆。那所以去年我们就开始筹备这个毕业40周年的同学会。刚开始也不知道说该怎么开始，那可是就是把各班的联络人找到了之后那然后由各班去联络。那今天我们总共学生来参加的，总共大概有差不多220个人，老师有大概30个人，还有学校里边在南一中学校里边大概有差不多20个人左右，所以我们今天席开27桌。就是在过去我们南一中的这些男生嘛所以在回同学会的这个聚会上面大家可能联系上比较没有像女校那么热衷。那但是这一届的学长金秀学长还有文博学长几位帮忙联络之下能够找回200多个同学，那同时也能够在今天这个时间回到南一中的群英堂大家共聚一堂。那早上在校长室也好还有到红楼我们去重温这个高3的时候的教室，很有趣了大家想说这间这间到底是哪一间不过因为时间虽然过了那么久了但是大家对于南一中的情感还是非常的深。根据了解，这届来参与的200多人当中，就有70多名的医生，其中也有企业的董事长甲大法官，会使看到南一中培育人才的实力。那我个人是来自于明基嘉士达，目前是集团的董事长。有今天一点小小的成就其实看到我们很多老师现在都已经80几岁，还有我们现在的校长也都出来，大家同聚一堂非常非常感动。南一中过去是非常非常这个优秀的学校，现在也是那大家都以南一中为荣，以能够在这边学习成长，那一起把台南南一中这样的精神把它发扬光大。会中真侪同学拢是40年来第一届见面，因也趁机会来开讲，除了讨论现在的生活，也回顾当初上课的回忆。看到老师出现，大家也拢欢喜的去咧甲老师拍招呼。主办单位也特别准备了拍立得，互校友会使加翕一寡纪念的相片，现场热烈温馨。台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纯，咱再会。